大家好啊，我係 Johnny 啊，你哋可以嗌我 Hey Jacknam。喺呢個世界上有好多人都靚仔過我，但係有一樣嘢我係比佢哋叻嘅，就係 Hey Jack。Hey Jack。Hey Jack。唔講，大家可能唔知，我 Hey Jacknam 由細到大都係一個音樂夢。我嘅音樂夢並唔係要做歌手，亦都唔係要做音樂家、作曲家。我嘅音樂夢係要成為一個音符嘅魔術師 ，The Magician of Music。The Magician of Music。由細到大，我嘅父母面乾水濕咁樣栽培我，成為一個音樂奇才。但係我自幼家貧，屋企淨係夠錢俾我學一種樂器，就係我識得嘅樂器唔多，所以我好羨慕啲同學仔細細個就同支吉他做朋友，同鋼琴玩遊戲，同小提琴把臂同遊，同長笛吹吹風，同三角鐵做多麼的字。可惜，我當年可惜。直到我上到中學考音樂科嘅樂理考試，我遇到我喺音樂路上第一次嘅滑鐵盧。樂理考試有一 part 係要分辨音階，即係阿 Sir 彈一個音，然後你就要寫低到底佢係哆來咪發嗦邊一個音。嗰陣時，我發現我係個音痴啊！我分唔到到底係邊一個音階啊！因為喺 Hey Jacknam 嘅音樂世界入邊，音樂係無分階級噶，音樂係自由奔放噶。點解道呢個音一定要叫道啊？點解唔可以叫 David 啊？點解唔可以叫 Vincent 啊？叫道好奪啊，好奪啊！你有冇問過人想叫咩名啊？你有冇問過佢啊？你有冇問過佢本人嘅意願呢？冇。No, you never ask him. You never ask him. 你有冇資格話道呢個音一定要叫道啊？喂呢個音一定要喂啊，咪呢個音一定要咪啊，發呢個音一定叫發，數呢個音一定叫數，啦呢個音一定叫啦。所以 Hey Jacknam 嘅音樂世界就好似一個大家庭咁樣。Do 呢個音樂嗌做 David， 喂呢個音樂嗌做 Ryan， 咪呢個音樂嗌做 Mickey。Hey Jacknam 嘅 music studio 都相當之 freestyle， 就係 Hey Jacknam 嘅浴室。Hey Jacknam 成日都會喺浴室入面一路洗滌我嘅 body， 一路創作我嘅 melody。所以成日都會有一啲驚世蟹作喺 Hey Jacknam 沖涼之後誕生。今日我就邀請大家一齊進入 Hey Jacknam 嘅音樂宇宙 The Universe of Music。喺度送上我嘅原創歌曲，呢一首歌係講一個 Hey Jacknam 嘅心路歷程。歌名叫做《氣質 K 歌》，希望大家鍾意。由細到大，我都生得有啲古怪，頭髮每次也剪壞，我不懂怎麼分界。啲同學成日笑我個頭剪到好似關菊英，其實我只不過偶爾受了驚，才遺忘本性。直到有一日，我行出街，有個阿嬸搭我膊頭問我路，我一擰轉面佢就讚我係個 Hey Jacknam。太太問到愛我 Hey Jacknam， 師奶問到愛我 Hey Jacknam， 妹妹問到愛我Hey Jacknam，
連行過嘅 OL 都喺度望實我。Oh no！Hey Jack 男，師奶們都愛我。Hey Jack 男，太太們都愛我。Hey Jack 男，妹妹們你們愛我嗎 ？Hey Jack 男，連樓下個空間都喺度夾住我。Oh no！Oh no！又直到某一日，我又落咗街，有個學生妹佢擔個膊頭問我：你係咪 Johnny 啊？我一擰轉面佢就讚我，擰轉面佢就讚我，擰轉面佢就讚我，擰轉面佢就讚我係哥。One two three four，Hey Jack男，太太們都愛我。Hey Jack男。師奶們都愛我，Hey Jack男，妹妹們你們也愛我，對不對？Hey Jack男，連樓下個空間，連樓上個師奶，連行過嘅 OL 都喺度暗戀我。Thank you very much。喺度清唱完一小段俾大家聽，係咪好好聽呢？係咪好中意呢？係咪好想聽多次呢？我嘅音樂夢就係要為 Hey Jack K 歌呢一首歌打造一個升級 MV。我想揾 professional 嘅音樂人幫我手編曲啊，因為你都知啦，我用呢支嘢真係唔 work 啊，成件事唔 work 啊，淨係用呢支嘢真係唔 work 啊，唔 work 啊！我真係唔想再對住個 photo booth 喺度